懶惰人啊，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，就可得智慧。螞蟻沒有元帥，沒有官長，沒有君王，尚且在夏天預備食物，在收割時聚斂糧食。懶惰人啊，你要睡到幾時呢？你何時睡醒呢？再睡片時，打盹片時，抱手躺臥片時，你的貧窮就必如強盜速來，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來到。